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咧？幾年前香港都流行一啲打瘦面針啊、美容針啊、天使針啊，總之啲名就好怪。邊個打咧？就揾啲叫做打針師嘅人去你屋企啊，或者你去佢一個公共屋邨嘅單位去打。啲針咧就係網上購買翻嚟嘅。咁啊，打針嘅程序都可能違反晒所有感染控制嘅指引㗎啦。咁啊，真係幾危險嘅。唔感染啊，算你好彩啦。咁啊，又好似暫時唔見再有呢啲針嘅出現啦。咁但係呢個世界可以揾錢就唔會冇人做嘅。咁近來又流行乜嘢呢？就係近來流行痛症中心。痛症中心咁真係好多人腰骨又痛啊、腰酸背痛啊。咁你正常你就揾一個醫生、一個物理治療師、一個中醫師或者一隻醫去處理啦。咁但係我哋又唔賣得廣告啊！呢啲痛症中心咧就大行其道，入邊咧又話自己有治療師。你問清楚都唔知乜嘢治療師嚟嘅，間唔中你好彩就真係有個物理治療師，其他啲你都唔知幫你做過有乜嘢資歷。咁好啦，佢算唔算非法行醫呢？嗱，我又講個古仔俾大家聽。2023年12月12號嘅時候咧，好多報章咧就報道有個美容中心嘅負責人，佢涉嫌用自然療法係幫癌症病人醫病，告佢咧甩咗罪喎。咁點解呢？原來咧香港嘅法例就好得意嘅，我哋有法例，譬如係醫生註冊條例咧，就管你如果唔係註冊人士，就不能夠聲稱自己係醫生。咁但係如果我話我唔係醫生，我係 X 醫，咁你冇辦法㗎喎。咁但係唔係喎，你做醫生嘅嘢咪唔得咯？啊係，如果你做內科或者外科就唔得。咁但係我哇 V 嗡嗡咁醫好咗你嘅時候，呢個唔係內科又唔係外科，咁咪得咯？只要我係 X 醫，我唔係用內科，唔係用外科嘅手段，我去話醫病，原來冇犯法㗎喎。咁中醫又點呢？差唔多啦，你唔能夠冇註冊聲稱自己係中醫，你用唔係中醫嘅方法去醫人，亦都冇犯法。嗱，個法例嘅漏洞就係喺呢處啦，即係話佢只係管某個行業嘅名稱唔能夠冇註冊嘅人聲稱，同埋你唔能夠做佢所做嘅嘢，咁你做第二啲嘢咧就冇犯法。咁其實對市民嘅保障咧相當之唔足夠，故此咧我會建議政府咧修改一下法例。咁點修改咧？喺翻我哋醫生註冊條例嗰度修改，亦都喺翻咧所謂非法行醫嗰部分咧加多一項，就係如果唔係醫護人員咧應該話如果唔係註冊嘅西醫咧，就唔能夠進行治療。咁你話吓？咁你醫生惡晒啊？淨係你先可以提供治療，中醫唔得啊？唔係，除咗呢一項之外咧，我仲有第二部分，就係一個豁免，即係話所有其他註冊嘅醫護人員咧，只要佢所做嘅治療係跟翻佢哋自己嘅法例或者佢嘅專業操守咧，咁佢都係得到豁免。嗱，咁嘅時候咧，你只需要修改一條法例咧，咁你可以涵蓋晒所有醫療衛生嘅專業。咁大家咧都可以做翻自己工作嘅時候，亦都保障翻市民咧唔好受到一啲唔知乜嘢醫提供啲唔知乜嘢治療去害咗佢哋。